完了，生气了，跟我妈肯定谈了喽。啊，但丁啊，跟我说说你的计划呗。你现在知道关心我了，你早干嘛了？你轻点，我请你是真正的米其林行吗？成交。你这人对有没有底线啊？我这个游戏呢，一句话概括，就是本世纪最牛叉的游戏。具体来说，就是 AR 实景游戏。大家都在为手游、网游挤破了头，我偏要反着来。我把 AR 实景搬到线下，你感受到那种氛围，比 VR 都超前。这事儿我跟金小贝一块儿做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跟姜小贝什么时候混在一块儿的？他呢，号称是人才小哥，人脉广，我技术牛。总之，赚到了钱之后，我就去大理开一家客栈，晒太阳去。你忙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晒太阳，还是一样的素。那你给我来个高雅的。我当然高雅啦。你听好了，我想要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那种成功，那才是理想人生的成功。马斯诺都搬出来了，懂不懂？真是一点都不作。这样，我呢，祝你的理想人生早日成功。我好蹭饭。饭是那么好蹭的吗？喝酒吧。你是妹子吗你？那这样，哎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别追我啊！真的，你别再追！真的，你要干嘛？你看我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行不行？你别碰我行不行？想什么呢？这么专注啊？我在准备双11，彻底把他们打趴下。不过现在只有一点点的优势，还不够。最近挺奇怪的，这个方总跟舒老总总看不见，他们俩总出去。他们俩会不会？林总说了啊 ，SW 讲的永远是业绩。就你这智商，你就别瞎猜了。现在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，把双11打成一场决胜局。看你这样也想不出什么好点子来。先出去吃饭吧，我约了但丁和毛晓峰一起打游戏，你也一起参加，说不准你就找到灵感。哇塞，从来不玩游戏的董欣然，居然成了网瘾少女。爱情真伟大。什么呀？那个游戏真的很好玩，但丁还从里面找到灵感了呢。但丁也在编一个大点子，你知道吧？啊！等等，你先别说话啊。大家都在为手游、网游挤破了头，我偏要反着来。我把 AR 实景搬到线下，你感受到那种氛围，比 VR 都超前。反其道而行之。哇！等等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犯什么神经啊？不是，哎，你赶紧给那俩人打电话，我爸爸回义乌了，给他俩说晚上在我家聚餐。啊？打电话，快点儿。啊！马晓峰，我和老板娘谁更美呀？当然是你啊，女王陛下。哎，哎，开会呢，开会呢，严肃点行不行？我一直很严肃，不严肃的是你俩，你甭管。反正今天晚上扯不出方案，你们一个都别想从我家走。啊！我是没意见的。有心无胆。你们4个可以了，再给我吃一口狗粮，我立马就走。我来说我的基本概念啊，就是借这个时间点做一场秀，主题升级天猫旗舰店。旗舰店不新鲜。你做游戏就新鲜了。我们要做的不就是把不新鲜的东西弄出新鲜的玩意儿来吗？我同意。但是这次核心的创意点啊，是但丁给的启发。
就是技术革命促进内容飞跃。很高深的样子嘛。但是，我想在宣传手法上有更丰富的一些内容。首先加入创意短视频，比如 SW 口红的正确打开方式，然后在各种的大 V 还有公众号上大力推广。觉得有点普通，而且好像有点跑偏。啥意思啊？那就比方说，你为什么喜欢喝纤维雪碧呢？无糖无热量，有膳食纤维啊，减肥啊。你看，这就说明这款产品找准了消费者的需求。任何宣推手段其实都不如你找准消费者的内在需求要来的重要。所有的宣推手段呢，一旦离开了营销的实体诉求，那就会变成自娱自乐。所以呢，我的建议是做事件营销。建立一个话题，比方说有一个喜欢囤口红的女朋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然后利用网络发酵，还有女孩子爱攀比的心态，传递收集 SW 星光系列口红的心理暗示。哎，有道理。而且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宣传渠道再拓宽一点，除了天猫，咱们可以把专业的美妆博主、APP、公众号全都加入进来，就从事件营销开始。除此之外，咱们可以再研发一款自嗨锅味的口红，试味又试色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这自嗨锅味的口红有待考量。我建议咱们来一个网红直播，对不对？双11买 SW 送限量博主签名，哎，绝对火爆全场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哎，蒙混过关，能不能说的有建设性的？马小月，你不要看他平时这个样子啊，虽然大部分说的话跟点的时常都不靠谱，但是你不可否认他是有用的地方。你们想啊，网购化妆品最大的难点在哪？试妆啊，对不对？你无论看多少的试妆报告，看多少的网红直播，你都不知道那款口红上你的嘴巴到底是什么颜色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你能不能研究一款软件，镶嵌在天猫的主页上面？一旦消费者上传了自拍照片，选中了色号，它就可以自动生成上妆以后的效果图。小意思。哇，可以啊你，到底是剑桥毕业的，那妮儿也可以啊，终于交到一个靠谱的朋友。嘿，张小雨，你什么意思呀？这话我怎么听那么侧啊？你说我不靠谱是不是？就你刚刚那想，自嗨锅味的口红。各位。在这个策划案之前呢，我有2个重要的现象，想给大家阐述一下。大家请看屏幕。第一个，3、4线城市对于中高端化妆品牌的需求呈倍数增长。第二个呢，最近本土品牌在美妆市场中的销售份额达到了56%。借听一下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，我有事儿。怎么了？我着急，我就是想问问舒总通过我们的双11方案没啊？这都没2天了，在他手上压了1天了。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万事俱备，技术复查都2次了，就等退出。这样，如果中午的时候还没有消息，我就去问问他。喂，舒总。好的，10分钟后大会议室。通知家里的人，10分钟后大会议室，舒总要听我们的阐述。太好了，反正就去最后几个方案阐述。知道。林总。2部和电商部的人都在，知道吗？管好你的方案，其他不要想。昨天呢，我们楼上的亚太区孟总去法国总部了。临行前，他跟我说，双11只许赢，不许输。
是啊，双11这一天，有多少国际品牌竞争对手的一决胜负？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今年的双11跟过去有所不同。开始吧 ，JK。各位，在策划案之前，有2个现象，我想阐明一下。大家请看 PPT。第一，是3、4线城市对于中高端化妆品牌的需求。小鱼成熟了，云坤、方静的忽然出现，连我都感觉到一时失措。可他依然没乱。可是舒婉婷她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跟她再也不是无话不谈的师徒。取代我扮演这个角色的，如同大家所说的，是方静。他们为了今天这个会，这次方案的重点呢，摆下的是我是大明星 H5，会不会是一出鸿门宴？就是大家只需要上传一张自己的正面照片，就可以立马生成一张经典好莱坞造型的海报。这些妆面全部都是我们 SW 的彩妆搭配。这4张照片是我们的董小姐证件照生出来的效果图。然后照片下面都会有一个2维码，扫这个2维码可以直接进入天猫旗舰店进行直接购买。分享2维码而且下单的客户可以领取我们的奖励，奖励是根据下单的金额来分产品或者是小样。我还做过一个调查，某个大型媒体也做过一个类似的 H5 互动游戏。3天之内 ，H5 的浏览量累计到了8.2亿，独立访客的累计量是1.27亿。OK， 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提啊？我有个问题，请问这个 H5 什么时候推出啊？如果今天通过，今天就推出。我们1部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。还有几天就双11了，当然要尽早推出。可是问题也来了，这个创意很好，但也很容易被 copy。短短的几天内，我们的对手也足够这样做，那我们的优势在哪呢？我们想好了，答案有2个。第一，这个软件有一定的技术壁垒，它是我们自主设计的，但是这个技术呢也不够强大，但足够阻拦对手2天的时间吧。第二，我们已经和天猫协商过了，在化妆品的宣传中，给了我们 SW 这种体验式的网购独家定位，再加上第一个技术壁垒，在一定的时间差内可以先声夺人，做到领先优势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如果是真正的大品牌，是不会在这种时候跟风的。你的第一个理由也太主观了，所谓的技术壁垒也并不成立。第2个就更是一厢情愿。哎，小小，你跑题了。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。这个策划案呢，不够完善，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创意。JK， 你的这个策划案我昨天给了方静，方静呢提出了一点小的意见，然后呢找到了电商部的严总，他们2位共同的讨论出了一个新的修改方案，我认为非常好。方静呢有一个建议，这次活动我们这里做一个试点，你们1部、2部还有中国区的电商部联合行动，一起打赢这一场。你的意见呢？舒总，这个策划案是我们1部根据我们旗下的几个品牌专门设计的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又加入2部的几个品牌，我觉得在时间上就会有非常大的问题。严总，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，你们完善了哪些方面，补了什么漏洞？首先，这个创意呢，主要是方总提供的，我大概只花了不
不到1天1夜30来个小时吧，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同样水准的 H5。它囊括了我们 SW 旗下的所有品牌，不分一部和二部。所以呢，小鱼刚才提到的技术壁垒，确实是个伪命题。因此，对不起啊，严总其实太谦虚了。如果按照刚才 PPT 上的展示图，严总正在做一些改进，能让上妆的效果更加自然，软件运行的时间缩短1半。估计今晚8点之前，这个改造就能完成。也就是说，这么做的意义既增加了消费者的体验感，而且也加强了技术难度，是吗，严总？是的。那我接着讲，既然技术壁垒不能完全制约我们的对手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有新的补充策划案，去相辅相成，共同构筑成对策划案的壁垒。简单说，就是线下。我们要在活动前3天，将我们所有重点城市的专卖店布置成天猫旗舰店造型的 SW 美丽魔法游戏厅，同时配备抓娃娃机，将娃娃机里面的公仔全部换成我们 SW 的产品和小样。重点，娃娃机的游戏币只有3种渠道可以获得。1. 凭借转发 H5的照片；2. 公众号抽奖；3. 去到我们的实体店购买 SW 的产品，从而兑换积分。所以呢，只要来到我们 SW 的美丽魔法游戏厅，通过游戏机，他就有可能获得属于他自己的心仪的产品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把线上线下高度粘合，而且这么有实力，手比的竞争对手能有几个？这样就能够把大部分的潜在克隆者排除在外。Jiki， 方总的意见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一站 VSW。VSW。对一下你第二把的光，对第二把。有很大的问题。林总，有话。我怀疑方静的动机，打从林潇潇海关捣鬼，再到温州捣鬼，他们什么时候不捣鬼了？我们现在落后于他们，反而这个时候他们拿出一个合作方案来，不可信。单从方案来看，他们确实完善了我们的计划，让我们的计划增加了巨大的胜算。可是对比他们一贯的做派，太不经常了。这不是一个捣鬼的方案，责任分担，舒总亲自监管。我相信在商言商，这个方案是双赢的，而双赢最大的结果是 SW 中国去赢，这是大事。大事之下，不管是我、方静，甚至舒总，都没得选择。全力以赴吧，记得我今天说的话。这一站 VSW。
啊。然后你说一下，这个是我们这一季的主打，它也是一个限量款，你到时候可以给客人主力推荐，然后把它放在最醒目的位置。啊，算了，来，你弄一下啊，来。严总，铂金面膜全部售罄，精纯修复精华售罄，精润粉底也售罄，所有客户都在要求补货。大家都辛苦了，这个月给你们每一个人发奖金。一个，方总，我们旗舰店的所有商品已经全部售罄，现在顾客在要求我们补货，两位怎么办？我的意见是不补了，得不到的才更值得珍惜。饥饿营销，我同意。严总，你们以一个公告就说全部活动的商品已经售罄，谢谢广大顾客的厚爱。如有需求，请移步至实体店进行选购。林总，我们上头条了，销售额突破9000万，这是抢钱的节奏啊！刚收到的数据，我们双11化妆品类 SW 天猫旗舰店排第1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线下门店的销售额持续上涨，涨幅高达11.6%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季度的任务，我们已经提前1个半月超额完成。为此呢，亚太区的孟总刚才还来登门祝贺，他说我们这次的业绩飙升，法国总部要嘉奖我们中国区，所以我就趁热打铁，向法国总部提交了申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个季度的季度奖，涨幅20%。我个人啊，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要对林总和方总说。这次的双11是1部和2部携手打造出来的奇迹，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。1部呢，创造了最初的创意和蓝图；2部做了有力的补充。团结是这次成功的关键。感谢林总，感谢方总，感谢你们的大局观，造就了我们 SW 中国区新的辉煌。谢谢你，方静。嘉豪分手的事情是我做的冒失，你不怪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不过你做得对，嘉豪跟那个女孩子必须分开。怎么样，嘉豪这2天还稳定吗？哎呀，去国外读书呢，是暂时不可能了。我呢，只盼着他不再那么情绪化就好。不过你别说，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这么多的时间去陪伴过嘉豪，感觉心里还挺踏实的。是啊，您一直在忙事业，事业能陪我一辈子。哦，对不起，不该说这种话，太消极了。这些天我还是想多陪陪嘉豪。公司里的事情，你要多担待。您放心，公司还有林总、严总、杨总，他们都在呢。方静，双11，
功劳最大的其实是你，是你帮我度过了这次难关。很庆幸，从华东区到中国区，一路有你。谢谢舒总。哎，来找我的？你去参加创业大赛，那种比赛形式大过于内容，没人会当一回事。我刚出门你就说这个，合适吗？你跟小鱼在交往，你不适合她。那你猜一猜，我们俩是在交往呢，还是合起伙来算计一条大鱼呢？他告诉你了，对那件事呢，的确是误会了小鱼。那不就得了吗？全能的文哲也有错的时候呀，可惜，晚了。小鱼好像喜欢你，但你说过你不会喜欢他。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，但我也知道你玩闹惯了。你是不是还想说我风流成性呢？我还急着走呢，有什么事赶紧说。他喜欢你不关你的事，但是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也能够让他喜欢上我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你想说什么？赶紧说。我呢，从小就是个学霸。学霸的特点你知道吧？坚韧不拔，永不放弃。那不就得了？但是，我需要时间。我不希望在这段期间里出现任何你伤害他的事。我怎么又成了你口中说的那种伤害他的事儿呢？别骗自己，你动不了他的心思。你管得着我吗？没工夫给你下班，走了。哎呦，季度奖金上浮20%，就立马下手买房了。那是，咱身为 SW 销售，怎么着也要为拉动内需做点贡献，不是？切，哎，拿着 PPT 我改好了，把这单拿下来，才真的是为拉动内需做出大贡献了。哎，干嘛？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那个楼盘不？怎么了？这个是贝壳的实景看房，帮我看看。哎呀，哟，这远程真不错哎。哎，你看这 A 户，3居室一步到位，也还蛮不错的哈。哎呦，董大小姐，这房谁住啊？我呀。是选一步到位的3居室，还是先选2居室？该商量的人不是我吧？该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男人王晓峰同学吧？我家买房我说了算，他只负责装修。哟！不过这2样啊，全在上面就搞定啦。这还没交房呢，着什么急呀？姐给你科普一下哈，这装修啊是人生必须面对的10大苦坑之一，能不能顺利填坑就全靠它了。温总，现在啊，好，下楼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讨厌！帅哥王老五求我帮忙。是王老五，但不是帅哥。不是没追到你家小鱼吗？意思你是帅哥就应该追到我家小鱼啊？说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对小鱼是认真的。我信，可是这个爱情嘛，是讲究感觉的。小鱼是个特别有性格的人，他如果喜欢谁，不用这男的怎么样，他会自己去追的。我知道。他有点喜欢但丁，
但是但丁不喜欢他，关键是也不适合他。但丁和你家毛小凤是好哥们儿吧？他俩是不是哥们儿我不管，反正我小鱼是姐们儿。他的事儿啊，我不瞎掺和。行，只要你保持中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温哲一旦喜欢上一个人，就不会轻言放弃的。不轻言放弃是吧？啊，有本事你就追一辈子。一辈子不是不行。你转告小鱼，他年纪小，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懂他，适合他，愿意等他长大，等多久都无所谓，哪怕是一辈子。温哲，你真是有点感动到我了。你要真有这个心，我站你这边。你是个靠谱的朋友，不会让你后悔的。王小凤在哪儿？叫上她，我们一起痛快的喝一场。好啊。怎么了？天下间最美丽的张小鱼同学，你在忙吗？直觉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哎，不要这么说嘛，我只是想请你帮一个小小的忙。我就知道是这事儿。焦小贝，我跟你说啊，林总不仅是我老板，他也是我铁蜜。你啊，你配不上他的。哎，我好像是你恩人嘛，你是不是把这事儿给忘了呀？我没忘，有恩我会报的。但是林总呢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卖他的。哎，不是什么逻辑啊，你这是怎么林瑞跟我就叫卖他呢？你，哎，不是我怎么跟你扯这个？哎，咱们说回正事啊。是这样的，你看我跟但丁那个项目，不是一直在弄嘛，但是最近呢，融资方面出现了一些小问题。创业大赛铩羽而归？嗨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。不是一个月啊，见了30几个投资人，没有一个有下文的。而且呢，我那个就是卖车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你也知道，所以就……哎，你不是认识很多有钱人吗？那倒是，但是像你那么心地善良而且又靠谱的，那确实是不多。直说。是你看，我爸呢，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啊，那真的是运筹于帷幄之间，灭我于千里之外啊。他给我那些叔叔伯伯们全部打了一遍电话，我给他们所有人借钱的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热情的鼓励我，让我加油。结果呢，一个都不出钱。行，这么说吧，大哥，我才工作多久啊，哪来的钱？还有但丁呢，他怎么样？他能怎么样？你要知道这种事儿，借钱呢，他肯定跑得比谁都快。他没受打击吧？怎么可能？死不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两个，你回头愿意威他，你愿意跟他见他呀、虐他呀，我都不管，好吗？咱们现在说正事儿，怎么着？你到底投不投？我算你入股，有股份的。不对，林总比我有钱多了，你问过他吗？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？啊，这是我男人最后的尊严。我告诉你，这种时候，我最不能做的就是开口问他借钱。OK， 那这样吧，你让我想想办法，是看在但丁和你合伙的份上。好，你慢慢想啊。方右腿抬离地面，腹部肌肉保持收紧。快给我拍照！将力量停留在我们的腰腹部上。可以啊你！瑜伽、爵士舞、无缝连接，我母后太厉害了，练什么像什么。别动别动别动！人家说了，50岁的女人啊，练瑜伽的时候都能顺产。你还真打算给我生个弟弟妹妹啊？我瞎说的，我自己都多大。
人家医生说了，哎呀，第一胎不省心啊，到第2胎就好喽。你嫌弃我也不能说出来呀，求此刻内心的阴影面积。要不你生一个，我来给你带。我一个天真的美少女，你竟然给我提生孩子，真想多了啊！你先别练了，你先坐哪？我有事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小鱼，别烦你了。我真有事儿。乖，把它喝了。啊，我不喝，太苦了。你只要把这个药喝了，我就给你吃你最喜欢的赛琪玛。不喝。妈，你生病了？怎么咒你妈呢？你妈好着呢。你们俩都不许生病啊！妈，爸，是这样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把电视柜下的信封给我拿来，谢谢。什么信封？喝了我就告诉你。不喝，太苦。你别后悔。太苦了。王章同志，绝不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早就想看凡凡演唱会的？这是我们的。我刚在携程网上买了高铁票了，你把药喝了，我就带你去看演唱会。不早说！我才知道，这携程网的高铁游特别方便，吃的喝的都实惠。沿途不仅能观看风景，关键是特别舒服。哎，好了。二位，你们俩秀恩爱，能不能就暂停2分钟？啊，能不能让我把正事说完，你们俩再撒狗粮啊？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呀！我想借点钱。多少？200万。200万？是这样的，我有2个朋友准备创业，项目特别好，我想投资。没钱。我会还给你们的。真没钱？项目真的特别好，而且他们还打算给我股份。要是我不帮他们，我的2个朋友可就真没办法了。你说你们这孩子真会闹腾，可关键我们现在是拿不出钱啊。不可能！上次我还看到银行给你们发短信了，余额里面有一长串的零。哇，你的眼睛可真够尖的。哎呀，我跟你爸呢奋斗了一辈子，的确是有一些存款，但是你说把它放在银行，那不是请等着贬值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把钱分成了3份儿。第一呢，给你爸爸了，他现在在做资本运作，可是股票赔得一塌糊涂，你说能出吗？不能动。第二呢，我刚买了套房子，我们准备靠租金养老。可是我们是分期付款哎，房子到了以后，那还款的流动资金我们也不能动，对吧？那还有一份呢，我来讲。这第3份是未来宝宝5年的生活基金，什么月子中心啊、双语幼儿园啊、育儿嫂啊，好大一笔费用。这宝宝的钱谁也不能动。宝宝？你们俩逗我呢？真的假的？生2胎？响应国家政策，拉动国民经济。哎呀，9点了，快，郑老师的讲座开始了，快！第一，心理负担其实是高龄备孕最常见的。你们玩真的？有许多的高龄女性一看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跟我商量了吗？年龄大了会不会怀孕？你们俩说生就生。其实虽然不是最佳生育的年龄，只要没有生理上的问题，怀孕是肯定有希望的。只是啊，在怀孕之前要比别人多付出一些精力，在怀孕以后呢，比别人多一些注意事项。定位也太不好找了吧？干嘛去了？喝酒啊？我知道了，创业大赛的事儿我听说了。哎
哎呀，一个大男人的，就这么点小挫折，你张小鱼，跟我说得着这些吗？不会吧？小心灵真的受伤了？你知道别的创业者都经历了什么吗？无数次的挫折，无数次的心酸跟眼泪和绝望，无数次的想要放弃。那他们放弃了吗？没放弃呀，他们在咬牙坚持着。哎，或许下一刻就是黎明呢。新东方的俞敏洪总也说了，创业艰辛是常态，你跨过了这个坎儿，人生才能得到升华。马化腾不也曾经无数次想把腾讯卖掉？我最听不惯的就是鸡汤，还是你这种加了鸡精的鸡汤。你去试一试，跟那种什么都不懂的乱七八糟的人指手画脚，你知道有多郁闷吗？